意大利語 Infiorata 一詞嘅意思係以鮮花覆蓋或者以鮮花裝飾。喺羅馬城嘅主保聖人聖伯多祿聖保祿慶節前夕，用花瓣、樹葉、種子、樹皮同染色嘅泥土製成嘅大型花壇，同靜物圖案鋪滿咗協和大道。花壇逐漸演變為藝術盛會，但係佢本質仍然係一項宗教活動，同獻祭息息相關。佢亦都包含喺禮儀年中特定時間進行嘅獻祭儀式，例如基督聖體聖血節或者聖心節。最初喺一啲小城鎮，人們會製作花壇，咁樣當遊行隊伍離開教堂嘅時候，基督聖像或者聖母像視情況而定，就會沿住遊行路線穿過城鎮，走過花壇。呢項傳統始於1625年嘅梵蒂岡，當時梵蒂岡花藝辦公室主任貝內德托德雷為呢個節日設計咗一種特殊嘅裝飾，呢種裝飾非常成功，好快就喺意大利各地傳播開嚟。一般嚟講，都係當地人會進入山區、森林或者丘陵採花，尤其係喺意大利，佢哋會採摘金雀花。呢種係一種美麗嘅黃色花朵，喺每年嘅呢個時候盛開。而呢個時候，天主教嘅禮儀活動亦都格外密集。佢哋會喺遊行隊伍出發前撒下呢啲花，喺隊伍腳下鋪成一片黃色嘅花壇。花壇唔只係喺羅馬史年度嘅另一項傳統，更正係呢項現代藝術創作誕生嘅地方。每年6月28號，由大約30名成員組成嘅小組將會聚集喺一齊，為呢種被好多人形容係流動的藝術做準備。我專門負責繪製地上嘅圖案，唔係放置一幅巨型海報或者將草圖印出嚟，而係將草圖手繪出嚟。我專長係喺地面上繪製圖案，唔係鋪設巨幅海報或者印製圖案，而係手繪草圖。如果採用呢種方式，委託項目比較大，你就要捱夜整整一夜。通常要捱到第2日朝早，咁樣真係一件美妙嘅事。你大概喺5夜左右開始通宵繪製，太陽一升起，你就開始添加花卉細節。喺呢個瞻禮日，人們以流動美嘅展示，向呢個羅馬城嘅主保聖人、第一任教宗聖伯多祿以及偉大嘅福傳者聖保祿致敬。鮮花象徵創造之美以及新生命嘅徵兆。